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魏文清。呢年秋天，二小姐同二姐夫喺關島結婚，我哋全家去當地觀禮之餘，順便去旅行。呢個旅程前後4日，實際喺關島嘅時間係3日2夜，新郎新娘玩多1日。我哋當年係搭直航機，夜晚出發。不過關島來往香港航線目前並冇直航航班，旅客要經菲律賓、日本或韓國轉機。當年由香港搭直航機去關島係大約5個鐘，而關島嘅時區係 UTC+10，即係快香港2個鐘，所以到埗係第2日嘅深夜至清晨時間。另外，新郎新娘坐前面嘅優質經濟艙，其他人就坐後面嘅經濟艙。我哋喺飛機上有結婚蛋糕食，到埗後喺機場有導遊接機，呢啲都係婚禮套餐包埋嘅。新郎新娘要搞文件嘢，朝早導遊帶其他人去亞加尼亞同塔木寧島觀光。關島劃分為19個行政區村莊，島上好多著名嘅景點，就係喺亞加尼亞同塔木寧呢2個村。關島係西太平洋上密克羅尼西亞島群中最大島嶼，位於馬里柯納群島南端，先後被西班牙、美國同日本統治，而家係美國屬地。當地人最多係原住民查莫羅人，以及不同族裔嘅美國人。官方語言係英語同查莫羅語，法定貨幣為美元。關島嘅面積比香港細，大約係香港嘅1半。我哋首先去關島首府亞加尼亞觀光，呢個係關島地標自由女神像。關島自由女神像係紐約自由女神像嘅縮細版，大小只有約1/10，位於蘇珊拿路公園。Paseo de Susana Park。呢個係拉提石公園，8塊拉提石作為古代房屋同其他建築物嘅地基，係查莫羅文化嘅標誌。拉提石公園全名叫 Senator Angel Leon Guerrero Santos Latte Stone Memorial Park， 紀念呢位已故關島政治人物。喺拉提石公園附近，隔咗一條街嘅位置，就有4個景點：聖母瑪利亞教堂、Dulce Nombre de María Cathedral Basílica， 西班牙廣場、Plaza de España， 關島博物館、教宗若望保祿2世紀念像、Santo Papa Juan Pablo II Monument。雕像係為紀念教宗於1981年訪問關島而建。教宗銅像會360度轉動，旋轉1周要12小時。順帶一提，由於關島曾經被西班牙統治過300幾年，島上好多建築物或者地方名都帶有濃厚嘅西班牙色彩，例如頭先所講嘅巴西歐公園同聖母瑪利亞教堂。而西班牙廣場其實就係西班牙殖民時期嘅西班牙總督官邸遺址。跟住我哋去位於塔木寧嘅情人崖觀光。塔木寧村莊又叫做塔木寧、杜夢、哈爾夢，情人崖就喺杜夢區、杜夢灣北側。Punta dos Amantes， 又譯作戀人甲，係關島最出名嘅遊客必去景點之一。情人崖流傳住一個好淒美嘅愛情故事，一對年輕查莫羅戀人相愛但無法成婚，最終決定跳崖殉情。佢哋將頭髮綁埋一齊，象徵永不分離。崖頂有觀景台，入場費3蚊美金。登上觀景台展望，杜夢灣迷人景色一覽無遺。雖然呢日新郎新娘冇同我哋一齊觀光，不過佢哋之後都有去情人崖玩。下晝冇影到相，應該係冇行程，可能係返咗去酒店度補眠。畢竟前一晚喺飛機度冇乜點瞓到。新郎新娘住關島日航酒店，其他人就住關島悅泰酒店。呢日就係二小姐夫婦嘅大喜日子，婚禮於上晝舉行，地點係關島日航酒店內嘅水晶教堂。婚禮簡單而隆重，同時又不失浪漫。禮成之後，一對新人去影結婚相。值得一提嘅係，當時正值關島雨季，經常會有驟雨。好彩嘅係，二小姐夫婦影相時冇落雨，又或者係微微雨，但影完相後就比較大雨。感謝天公造美，拍攝過程順利。二小姐夫婦影相時，其他人就返酒店 hea 下先。關島悅泰酒店現已改名為關島皇冠假日度假酒店，位於杜夢區，坐落喺杜夢灣海灘上。杜夢灣景色非常之靚，藍天碧海，水清沙幼。關島嘅酒店集中喺塔木寧村，尤其係杜夢區。
杜夢灣長約3公里，海灘沿岸度假酒店林立，有10幾至20間。北端係關島日航酒店，南端係關島希爾頓度假酒店。吃完後去關島日航酒店內記桃李中餐廳，會合一對新人，一齊喺度食晏晝飯。關島日航酒店位於杜夢灣北側，炮灘就喺酒店附近，又可遠眺情人崖。順帶一提，炮灘喺杜夢灣北部，因留有2次大戰時嘅日本軍炮而得名，而家就成為旅遊景點以及新人影結婚相記好地方。喺餐廳度望住杜夢灣、炮灘個靚景食飯，仲見到頭先舉行婚禮嘅水晶教堂，一家人食得零舍開心。食完晏晝飯，我哋翻去關島悅泰酒店。大小姐夫婦個房係海景，我同兩老個房係山景，所以去大小姐夫婦個房度睇下杜夢灣海景有幾正。果然係好正。而家全部人一齊去食夜晚飯。喺關島成日都見到聽到一句查莫羅語，就係 half a day，half a day，就係哈佬嘅意思，而數字6手勢都係你好嘅意思。關島人會比6講 half a day，同人打招呼。我哋都有入鄉隨俗，影相比6就好似勝利手勢咁。另一方面 half a day，同時代表住查莫羅人嘅熱情，以至查莫羅文化，亦即係所謂嘅 half a day 精神。我哋去咗牙買加燒烤餐廳度食晚飯，餐點份量十足。不過呢間餐廳令我印象最深刻嘅點，唔係食物，而係佢哋洗手間裏面塊鏡。塊鏡擺得好高，正如關島悅泰酒店房嘅浴缸一樣，都係設計俾生得高又腳長嘅朋友仔嘅。生得嬌小嘅朋友仔就冇咁方便啦。食飽飽翻去酒店沖涼瞓覺，我同兩老瞓3人房。呢間房我真心中意，空間闊落，住得十分舒適，又有2個洗手間，大家唔使爭。仲有最重要就係燈燈，成個房係間成2間嘅，有道門隔住，即係唔使聽到老豆嘅鼻鼾聲，所以真係好中意呢間房。除咗新郎新娘之外，其他人今日就返香港啦，新郎新娘留多1日。關島島上隨處可見椰子樹、棕櫚樹等樹木，其中椰子樹更被查莫羅人奉為生命之樹。關島徽章所描繪嘅樹就係椰子樹，可見椰子樹係最能代表關島嘅事物之一。藍天白雲、椰林樹影、水清沙幼用嚟形容關島同樣合適。另外，對於遊客嚟講，關島島內交通除咗打的、租車自駕遊之外，靚 bus 當當車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當年嘅當當車有多條路線，不過當當車部分路線嘅班次會比較疏落，要30分鐘以上先有一班車，加上事隔多年，路線有所增減或調整亦不足為奇，所以遊客一定要留意最新嘅路線時刻表。聖維多列路上酒店購物中心林立，當當車主要路線行駛於飯店大道同海軍陸戰隊大道，覆蓋亞加尼亞、塔木寧區、杜夢區嘅各大酒店、購物廣場同景點。關島係個購物天堂，進口商品零關稅，加上大型購物中心集中喺遊客區，交通方便，可以喺度瘋狂血拼。其他購物點仲有周3嘅查莫洛村夜市，週末嘅迪迪多早市，都係極具關島本土特色嘅市集。仲有提到關島一定要講嘅就係、關島旅遊係出名水上活動嘅，例如帆船、浮潛、水肺潛水等。呢日新郎新娘去浮潛，婚禮套餐包埋記，連攝影服務。其他人因為行程關係就冇去玩啦。上晝去咗關島海底世界水族館參觀，水底隧道長約100米，飼養超過80個物種、2000隻以上嘅海洋生物。喺老麥食完晏後去關島國際機場搭下晝機，夜晚返到香港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麻煩按讚、訂閱、留言加分享。你嘅互動會令影片更易被推薦，被更多觀眾睇到。感謝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